前奥运跆拳道国手、体育局长庄家家因未向世界反禁药组织回报行踪遭禁赛，他今天数度哽咽表示，希望事件能还他清白。媒体问及是否会影响职务时表示，还在了解当中。中华奥会昨天公布因禁药问题遭禁赛的11位选手名单，其中健美与健力各有4名选手，举重则包括奥运名将许淑净与2014仁川亚运金牌得主林子琪，还有1名田径链球选手。庄家家则传出因为没有向世界反禁药组织 WADA 按时回报行踪而被禁赛。庄家家上午在政府体育局受访时数度哽咽，谈话过程还中断谈话，频频拭泪，向媒体抱歉，希望事件能还他清白。当被问到未来去留问题，仅表示还在了解当中。庄家家说，去年得知被禁赛时，内心感到莫名其妙，感觉自己没有必要去承担这一切的行政疏失，但在这段时间中也积极处理这件事情。目前担任体育局长一职，希望继续扮演好局长这个角色，为选手尽一分心力。庄家家多次说道，他没有使用禁药，也没有逃避药检，自己是因为没有被通知需要登录行踪，导致被禁赛，目前正在申诉当中，自己被禁赛与服用禁药无关，也希望相关单位在药检与验尿上要更积极，更重视看待选手这件事情。我自己也是受害者，也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选手身上。他谈到，第一时间与常郑文灿有沟通这件事，也向郑文灿表示会继续申诉。庄家家在说明过程中数度拭泪，还一度转头掉泪数十秒钟，希望媒体给他调整一下心情，然后才继续说明。中华奥会昨天公告违反禁药名单当中，为何没有庄家家与黄韵文？中华奥会表示，由于这2起事件都不是奥会药检所验出，且是台盟早已在官网上自行公告，因此才没被列入名单中。